姣好係指貌美，但粵語講嘅姣婆咧就變成係蕩婦啦。同一個字意思完全就唔一樣。咁粵語姣婆嘅姣字啊，又有冇依據，抑或係自己亂做出嚟嘅呢？其實啊，喺古漢語裏面呢個字確實係有兩個意思。《詩記·蘇秦傳》裏面就有前有劉國軒轅，後有長皎美人。呢度嘅皎字咧就係貌美嘅意思啦。而《左傳》襄公9年裏面嘅氣謂而姣，不可謂貞，杜預就注釋為姣，淫之別名。所以啊，說文喺收錄呢個字嘅時候咧，就解釋為姣好也。但集韻、正韻咧都注明咗兩個讀音同埋兩個意思，一個係河交切音姣，解釋為淫也；另一個咧係吉巧切音皎，解釋為美也、媚也。其實呢兩個字有兩個意思都容易理解。你諗下，姣婆都係因為有幾分知識先至姣得起嚟啫。皎字啊，普通話仍然喺度使用，但係姣字咧就只有粵語先有保留落嚟。粵語仲有發姣、姣絲燉篤嘅講法，都係形容女子輕佻放蕩嘅行為。